做饅頭唔識發麵，經常都失敗呢，可以試下呢個一次就成功嘅紅糖發糕，可以加紅棗核桃，食落軟糯香甜又健康。過年放假咪整俾大家試下，落半碗60克嘅紅糖粉，再加半碗溫水150克，撈到紅糖融化之後，我哋再放呢種自發粉，咁就唔使再放酵母。一碗自發粉呢150克，倒入紅糖水裏面撈成糊狀，然後再倒入碗仔。如果覺得咁樣食太齋呢，可以加啲紅棗肉，撈均勻之後再倒入碗仔，大概裝到5成滿。想更加靚仔呢，可以加3粒紅棗裝飾下。天氣凍就發酵1個鐘左右，發到有2倍大嘅時候就 OK， 大火蒸20分鐘。咁樣整出嚟嘅紅糖發糕，香甜得嚟又鬆軟，大人細路都中意。關鍵係簡單易整，唔翻車。過年送禮或者自用都係頂呱呱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